现在我们在去故宫博物馆的路上，本来我们打算坐公交去的，一个人6块钱，但是这里刚刚一个好心人和我们说，有免费专门去这个博物馆的巴士，20分钟一班，我们在等。大巴来了。科技是越来越先进了，座位后面都能充电了，都是来这个博物馆的。现在我们应该是这里上去，也没有看要不要门票，如果要的话就现场买票。这个人流量太可怕了。看看门票多少钱，成人50块一张，好吧，原来50块的只是一般的展厅可以去，如果是所有展厅的话，一张票是120，现在在购票。这么多门票的了，金子你拿好啊！现在开始排队入场，看看这个队伍这么多人。我的个人理念是，平时在家可以省省，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省省，但是带老婆出来绝对不能省，该花的应该花，这钱省了干嘛用呢？对吧？这里也可以看到太平山顶，就是最上面那个尖尖的地方。我们的前面、后面全部都是老年人、老年团。是不是年纪轻的没有我们这么闲的？人家这个点都在上班呢。终于进来了，里面一共9个展厅，我们先去第一个紫金万象，这是清朝时期的万国来朝图。哇，一进门就被震撼了。这些基本都是乾隆年间的。仙鹤这个是香炉，这个像鸭子一样的，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据说是乾隆皇帝写完毛笔之后洗毛笔的一个容器。这里实在太大了，我们逛了2个展馆，已经在这里休息了，还有很多人都在这里休息。总共有9个展览馆，主要是里面的东西确实非常的精美，值这个票价。这里是博物馆楼上的观景台，哇，太美了。没想到在香港还能遇到粉丝，说我的自媒体拍得特别好，希望我帮他拍个照。这是第9展馆了，也是最后一个，出了钱才能来看的特殊展馆，都是古时候的金器。这个展馆看一看就是一个人加50块钱。金杖，辽朝的。和最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无论逛什么地方，收获的都是快乐。